晨到早，欢迎收看今日4月13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上新的消息，这是美国纽约地下铁发生重大的攻击事件，有一挂风度面大的查甫人对车厢内弹烟雾管，搁伫蒙恩散步当中开枪。目前知影上无有造成16个人受伤，有个人伤势较严重，现场乱糟糟，嫌犯随逃走啊。目前是认为讲这应该毋是恐怖攻击，当地警方当地抓人。 列车进站开门了后，民众积极叫逃出来，烟雾探到月台，搁听到连续枪声，有人脚步无稳，互人插入行出车厢，搁哀叫，有人行几步就倒落去，也搁较侪人摆脚行出车厢了后趴在涂骹。月台顶悬4个人看到火遮，车厢内底这10人直接倒地，也搁有一个10人倒在椅仔顶悬。另外一车车厢有人听到枪声，想要拍开连接车厢之间的门。 根据真正嘅媒体报道，列车开向布鲁克林36个车头，到站的时阵慢慢进入月台。这时阵，一个伫风度面骹穿工人甲的查甫人，疑似伫开枪进前，先拼出一个烟雾管啊。I saw a lady. She was shot right in her leg. She was screaming for help. 警方表示，嫌犯在逃，发布资讯恶妄市民主义个提供。虽然这是一个暴力事件，但过伤者无人有性命危险。 There are currently no known explosive devices on our subway trains, and this is not being investigated as an act of terrorism at this time. Reported as a male black, approximately 5 feet 5 inches tall with a heavy build. He was wearing a green construction type vest and a hooded sweatshirt. The color is gray. We would not allow New Yorkers to be terrorized, even by a single individual. 发生枪击案的前一天，美国总统拜登才宣布释出枪击管制上新的版本，针对无事故或者是私人组装的枪，爱严格管制。虽然大部分的美国人赞成，但过法律无够严格，加提枪权受宪法保障。枪击买卖增加暴力问题也真多。根据美国枪击暴力档案网站，每年有差不多4万人互枪断死，包含自杀。 今年纽约市枪击事件增加，市长亚当斯1月前真都面临这大问题。甲4月13已经有296件枪击事件，去年同期是260件。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 镜头搁转来，咱来关心疫情。咱国内昨昏新增加551个本土病例，其中新北市上侪有162例，台北市嘛有115例。 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目前双北、基隆、甲桃园是高风险地区。若台北找无感染源的病例有较侪，若照这个办势来看，4月底将有可能一天会达到2000例。 各地环保人员伫街路来回一直消毒，每一个所在拢唔敢大意，因为这个所在拢有确诊者行大过。国内12个新增加551例新冠本土确诊病例，分布伫17个县市，其中以新北市162例上侪，过来是台北市115例，高雄61例，桃园53例，基隆有37例。 指挥官陈时中表示，以现阶段疫情发展趋势来看，4月底单日新增加1000例确诊数是有可能发生的。如果香港以常态化的2万到9万来讲，你还看台湾的比例来上是6万到9万嘛？所以这一天可能来到吗？对不对？我是说，在别的国家会发生的情况，在台湾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嘛？ 陈时中表示，目前包括双北、基隆、桃园是属有高风险区域，双北的不明感染源上侪，进前基隆的体检效果袂歹，发约要20万次剂，提出44个人阳性，经由 PCR 体检出到38个人，有助社区防疫。目前已经甲其他高风险3个县市联络，只要等政府来申请，一批会提供20万份试剂。宣布说有这个方案嘛，那所以昨天他们才开始知道说他们有兴趣，所以不会有一下子就知道他们的方案，他们当然都还在规划当中。 到伫本土疫情持续传开的同时，指挥中心鼓励民众下载社交距离 App， 民众只要开哪个功能，就会当收到确诊者接触的提醒，也当代替实验者。也建议市场、餐厅、绕境演唱会、宗教绕境活动，也就是侪人入去，也是无度挂喙暗，搁爱点一阵仔场地优先使用。台湾社交距离 APP 不需要登记，不需要注册，也不会启动 GPS， 也不会收集个人的资料。
也不会自动上传。台湾社交距离 App 到目前为止累计689万加下载，指挥中心的目标是1300万人次，占总人口的60%。15至64岁族群的8%。不过，若是无法度装的，也是会当应用10连制。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拖到学校，目前咱全国有超过240间学校停课。有的人就批评讲，即马停课的标准伤过严格。教育部甲疫情指挥中心经过讨论，即马有修改标准。高中以下学校，全学校有1/3的班，也是全学校有10个班以上出现确诊者，才爱全学校停课，爱停10天。若一个班有出现确定病例，伫疫情调查期间，接触者爱停课停1天至3天，嘛爱做体检，体检是阴性的，就当恢复上课。带囡仔去学校，物件摕咧就随走，无法度随顾囡仔的家长，会当甲囡仔带去学校自习。花莲民意国小因为有4个学生确诊，12至15全学校预防性停课。伫台北市8一路的一个老师下晡传出快筛是阳性，伊甲2个班级的学生嘛预防性停课3天。他现在定位确诊，只是预防性，我还没有老师学生确诊，密切接触者才会请他们快筛。到12下晡为止，全国18个县市超过240间学校受到疫情的影响停课，或者是部分的班级停课。不过，目前高中以下的学校规定，一间学校若是有师生确诊，若2个班级以上，全学校都要停课；也若大专院校，若是2个以上的师生确诊，这间学校或者是这个校区都要停课。安尼恐惊会影响学生的受教权。教育部12下晡正式修正发布校园暂停实体上课实施的标准，以确诊的个案为核心，接触者暂停实体上课配合疫调，也若暂停实体上课，原则是以班级做单位。像确诊者个案在就读他们的常态性的班级里面这个部分就是长时间的接触，学生就会列为密切的接触，就是整个班的师生就会开始进行居隔10天。修正停课新的标准，高中以下的学校，全学校1/3以上的班级，或者是全学校10班以上停课10天，全学校都要暂停实体上课。也若大专院校，一间学校1/3以上的科系还有数，若是有停课10天，这间学校都要全部停课。也若为大学到高中以下的学校，若是甲确诊者共社团，或者是坐共一架交通车等等的接触者，配合疫调的期间，是爱停课1天至3天。这个疫调的结果，如果完全没有这个密切的接触者这样的部分这些授课、休课等班级它就会恢复实体的上课。教育部表示，停课新的标准为13开始实施，实施进前已经有相关停课规划的学校，会当照原本的方式把流程走好了，减少不必要的困扰。记者综合报道。停课的标准有放零，也毋过咱国内即马12岁以下囡仔是拢无注意防射。有教育团体就认为，针对国小的标准应该抓较安尼较妥当。另外，若是囡仔休假，安尼家长爱顾。伫防疫照顾假这部分，劳动部是表示，囡仔停课这毋是资方的责任，所以无强制公司一定爱付薪水。也毋过员工若是要请假，公司袂使刁难。随着疫情变化，全台超过200间学校停课，也是部分停课，引起停课标准相严的讨论。教育部甲指挥中心讨论了后，决定放宽各级学校停课标准。也过消息出来，家长意见真无共。能上学还是去上学呀？对啊，因为你在家里，老实说，爸妈也很忙，爸妈不知道怎么照顾他。比较有较危险嘛，会啦有较危险啦。学校因咧防疫拢足好的啊，无差啦。虽然家长认为囡仔会当到学校学习，家长也免烦恼请假照顾的代志会较好。也不过国小以下学生无注意疫苗，教育团体认为对国小来讲标准修订，建议应该独立讨论，教育界也有声音，让能有更严谨的措施。包含说，目前现在国小阶段没有打疫苗之外，在12岁以下并没有任何的数据资料或科学证据能证明。所以考量在这个方面当中，我们家长是比较担心的。孩子没有打疫苗，他对他的身体健康状况的管理，可能也会造成一个家长的担忧。比较建议国小应该再小一点点的范围，依不同的教育阶段去做一点不同的调整。另外，目前停课的学校，国小甲幼儿园就降一半，家长照顾变成难题。敢是防疫照顾假互薪水，亲自照顾议题搁浮上台面。去年以来的做法，他就是说，是军公教劳都是一样的，没有强制给薪。后面的话，
会不会要做特别的考量？那我们相信教育部和卫福部会共同来研究和处理。那如果我们有参与的话，我们也会提供我们意见。劳动部强调，防疫照顾假是防疫应变的特别措施，头家应该配合温存请假，袂当看作是抗疫，也是强迫劳工以事假，也是靠专勤奖金等方式为难劳工。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是同款是高温好天的天气，不过暗时开始锋面就会高温，北部、东北部温度会下降，后来会变天。咱来看温度，今日日时的天气甲昨昏是差不多的，各地拢是好天到济云，高温有机会会到30度以上，中昼的日头嘛较猛，敢若东半部有短暂阵雨，过到了后西半部的山区嘛有短暂阵雨，要提醒乡亲，下暗开始会变天。受方面的影响，温度会下降。北部、东北部会降到18度至24度，中南部虽讲感受无遐尔明显，不过明仔载日时高温嘛会降3度至4度。爱等到17礼拜日的时，水气才会减少，才会恢复好天的天气。下暗开始到拜六，雨水会增加，温度会下降，乡亲爱细致。按照规定，即马民众伫居家隔离，也是居家检疫期间是袂使出门的。不过家人有一个查甫人，伊是讲伊喙焦，全后旋出去买凉水，结果也未买到咧，就拄到警察随风撞到。依照规定，伊即马会罚款20万至100万。关键徛伫机车技术边特别是违反规定的违规单，对明明应该伫居家隔离所走出来买饮料查甫人开罚。电脑能够一直打出来你是居家隔离对象嘛？对不对？没有错啊。所以我们一样开给你这个违反同样病防治法的通知单。查甫人讲，因为天气热，想要啉饮料，才会走出来买，想袂到无买到饮料，都因为行踪可疑，互警察发现。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居家隔离或者是居家检疫人禁止外出，违反规定会罚20到100万。途经流病传入时发现一可疑民众随即上前盘查，发现该民众系居家隔离检疫对象那同仁当场依违反传染病防治法制单移卫生单位来裁罚。关键伫防疫期间，坚守工作煞面临严疫的风险。特市海产分局12全面大清消，因为传出2名防治组交防官确诊，先是1名交防官拜暗时运后天正常采检确诊，另外一个同事因为共办公室也被调回采检确诊。分局表示，组内其他8名员警 PCR 拢是阴性，今仔日开始会分流居家办公，感染源爱过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美国3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对2月份的7.9%继续提悬到8.5%，搁创下40年来新高。冒反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起能源价格大起，也有即阵中国封城造成供应链缩案，对物价拢有影响。马进一步强化美国的联准会后个月有可能会搁升利息，提悬0.5%可能性。来看《联合报》，国防部伫昨昏有公布全民国防手册，提供民众知影讲面对军事危机、面对灾难的时爱安怎应变。这个资讯内底有包括讲停水、停电、建筑物倒去、火烧，总讲若拄着爱安怎面对。不过有一寡内容互批评设定的场景甲情景袂输电影同款，甲现实是离真远，所以有专家呼吁爱定解。来关心《中国时报》，教育部长潘文忠昨昏宣布停课的新标准。不过有家长即马批评讲1/3的班出现确定病例，全学校才停课，是无咧顾囡仔的健康，敢是别人家的囡仔死袂了？婚姻馆馆长杨丽仙昨暗嘛家己注意讲宣布婚姻馆的规定，伊讲考虑12岁以下的囡仔拢无注意放射，所以婚姻会依次现出时停课的标准。12岁以上的学生囡仔，亲像国中、高中，才会按照教育部上新的标准来做。来关心即阵咱国内的本土疫情有加悬，所以快筛试剂嘛变甲真抢市。不过咱国内快筛试剂绩效不俗，互批评伤贵。行政长苏贞昌昨昏时表示，咱政府已经启动政府阵容，真紧绩效就会降落来。那指挥官陈时中嘛讲，一定会降价，希望过低进前一组快筛试剂绩效会当压伫200块以下。
请问这个快筛多少钱？1400一盒，好贵哦。进口品牌快台试剂5集装，药局的价格1400块，超商的价格更较贵，要1800块，等于是一支360。我本来想要买2个，结果一个350，那2个就700，所以我就只买1个。我们在美国的话是不用钱。国内市面上所卖的快台试剂分进口甲国产两大类，进口品牌有乐视、快德利、阿培等。单剂型包装平均价格330到360，国产品牌福尼安德罗价格也无低，单剂型平均价格250到350不等。平均单价一支100多块的话是最好啊，所以大家比较能够负担。反过来看国外欧美各国快台试剂的价格就较俗。美国1月初直接伫线顶免费发放，每一盒4份快台试剂。另外，英国上俗快台试剂75块就买得到，大品牌也是无到200块。另外，亚洲部分新加坡、南韩快台试剂价格也压伫150块以下，有立委呼吁政府应该成立快台国家队，赶紧压价价格。快筛国家队到底什么时候来上路呢？已经启动，由政府来征用，一定要保快筛试剂量足价稳。疫情指挥官陈时中也答应会提升产能，未来单剂型价格有机会压价到200块以下。再加紧进行啦，在月底之前把这个价格再往下压。手上只有雅培跟罗氏，他有给我他的 CT 值是多少以下，他测得出来，然后他也有 Omicron 的一个敏感度的一个测试。国家队这个部分必须要一样有这些数据。药师认为，压价进口品牌的价格，爱看当地市场偌大，代理商才好讲。所以压价价格只会当为国产品牌下手。也毋过关键也是快太准确性，若讲品质不好，颠倒会造成防疫空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国际上要紧，应该向亲咱做伙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是超过4亿9千万例。死亡人数超过620万人，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663例，目前咱台湾即阵计共28666例。中国病例伫 WTO 的数字是超过94万例，日本超过700万例，韩国超过1500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超过8200万例，印度超过4300万例，巴西超过30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2100万例，若法国是已经超过2700万例。来关心国际上的战事，这是俄罗斯的军队即马拍对乌克兰东部甲南部去。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是表示，伊嘛有接到消息讲俄罗斯有可能会动用化学武器。另外，乌克兰当地人权团体嘛投向联合国，伊是投讲俄罗斯的军队操打乌克兰的女性，佮甲囡仔拐去卖。救援人员伫庄仔厝下中找找生还者，同时动用吊车移动防炸害的墙仔，以利救援。俄罗斯也对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继续发动攻势，就连南部的港市马里坡也继续互俄军包围。为空中翕到画面会当看到马里坡剧院的广场外大字的俄文，写着内底有儿童，厝顶也绑白旗啊。也毋过连日的轰炸之下，作为避难使用的剧院，即马变成废墟。Один з рупорів окупантів заявив про те, що вони можуть застосувати хімічну зброю проти захисників Маріуполя. Розглядаємо це максимально серйозно.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指出，俄军就有可能对守军也有平民使用化学武器，呼吁西方应该加强制裁，对俄罗斯石油实施禁运。也毋过，这项指控目前还未得到证实。马里坡市长甲美联社讲，当地居民欠水、欠电甲生活物资，也毋过俄军主动人道主义救援工作，想要暗砍杀害无辜百姓的事实。We know and see, and we want you to hear our voices that violence and rape is used now as a weapon of war by Russian invaders in Ukraine. 在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乌克兰妇女儿童的问题，乌克兰人权组织表示，目前已经接到至少9件性侵案件，涉及12名妇女。甲查某囡仔，甚至佮传出寻求避难的妇女甲儿童，和人口贩运集团拐去卖。We are increasingly hearing of rape and sexual violence
These allegations must be independently investigated to ensure justice and accountability. 在这个同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已经证实，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已经有142名儿童死亡，229名儿童受伤。公视新闻王碧文编译。为着要制裁俄罗斯，德国是减少对俄罗斯进口石油甲天然气，伊嘛按算2024年完全无要进口。不过替代能源因也搁在找，所以恐惊有一段时间会过甲较艰苦。那俄罗斯的海产毛蟹嘛防抵制无销路，即马是销去无抵制的国家，亲像南韩。嘛因为确实有南韩的民众想要买，也搁惊讲红美讲这是无停乌克兰。拍开电磁炉，将咖啡果放起的假日，德国民众组家准备享受家己煮的咖啡。俄罗斯伫亲乌克兰受到各国抵制，欧洲过去有40%的天然气拢是靠俄罗斯供应。其中，德国伫顶日已经减少俄罗斯进口的石油、天然气、土炭等，大约10至25%不等的外库。预计伫2024年才能达到能源独立自主，也互民众开始找找各种节省能源的方式。Also es war auch eine Idee, um Gas zu sparen natürlich, also nicht den Gasherd zu benutzen, sondern ein Induktionsfeld. Das ist ein ganz einfaches Ding. Sowas haben wir auch im Wochenendhäuschen. 虽然欧盟已经表示要渐渐脱离对俄国能源的瓦库，不过内部成员国的立场并无同款。对于德国民众来讲，降价进口俄国天然气，国内的天然气计销就会起，做出的人的票包啊就会大小风。不过政府也会当利用这摆机会加速发展再生能源。都有德国民营企业特别利用伫乌面上建造的普通型太阳能发电厂，一工会当供电3000千瓦，甲同款电力的化石燃料发电比，一年会当减碳1100吨。德国会当再生能源公司表示，若讲会当伫德国几啊个乌面大量设置普通太阳能板，就会当提供更较侪能源，也会当加速脱离对俄国天然气的瓦库，同时减少对经济伤害。Allein in Deutschland hier auf ungenutzten Seen, die wirklich keiner kennt, können bis zu 20 Gigawatt Solar umgesetzt werden auf dem Wasser. 受到欧美各国经济制裁，俄罗斯水产也受到抵制，加上中国大城市陆续封城防疫，和俄罗斯水产大量销往无正型制裁国家像南韩，其中地方蟹过去虽然计销贵，不过肉质青甜，变成南韩人介意的美食之一。即马大量销往，计销博到一寸无够原本的一半，互爱食民众想要买来食，佫烦恼安尼，敢是帮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限制买消费，也是买抵制的遇到困境。公视新闻陈时东编译。法国极右派政党国民联盟的领袖马林勒庞，伊是第3届出来选总统啊，嘛是第2届进入决选。若知道伊的支持度甲马克宏是要挖的，4月24日时，法国会进行第2轮的投票，输赢就看一届啊。法国总统马克宏选后头一天行程，选伫全国上散车的所在迪南，这个伫北部工业区小城镇，较早是法国土炭甲钢铁的都市。2018年，这个所在1/3的青壮年人口拢失业。2019年，一般人拢是散车人。迪南是共产党的票仓。不过，70总统大选头一轮投票，极右派政党国民联盟的候选人马林勒庞伫遮摕到最高票42%的选票，充分显示今年极右派主张有偌尔打动这个所在基层选民的心。较早5年，常常互各界形容是真好做勤考的马克宏，坦白承认伊进前拢甲心放伫乌俄战争，想慢集中伫竞选活动。理由是伊相信甲国家领导人这角色最好，有助提升伊的民调数字。不过显然代志毋是伊所想的。在因马克宏一个落车，准备要甲选民来博感情，煞一个女选民甲场面做甲真歹看。Alors, vous n'êtes pas pour Macron? Non, il n'y a personne qui est pour Macron. Je sais pas, gueuler, je sais pas, dites un truc, Macron démission, il est juste là. 现场媒体直接把麦克拄互伊好好讲一下。Très énervé, oui. Et j'ai très peur aussi de l'avenir, surtout pour mes enfants. Voilà. Pourquoi? Parce que c'est le président des ultra-riches. Nous, les ouvriers, on se crève le cul à travailler jour et nuit pour certains, à gagner 1200 balles et à pas pouvoir finir les mois. C'est le cas de tout le monde ici. Tout le monde. Moi, je fais partie des soignants qui sont suspendus. Entre guillemets, je suis à 8 heures télétravail. Voilà, je me retrouve avec 300 balles par mois et mon mari est ouvrier. On doit payer nos factures et tout ce qui s'ensuit. Et ben, on fait que manger. Même le gasoil, on pourra peut-être même pas partir en vacances. Donc, faut arrêter, quoi. Faut arrêter de prendre les gens pour des cons. 马克宏到尾甲这个女士面对面讨论，不过两个人看法无同，各人讲各人的。
领勒鹏迄天透早伫巴黎甲竞选团队会晤了后，前往中部约纳省的一间农场去访问。Qu'au-delà de l'augmentation du gaz, du fuel, de l'électricité et du carburant auquel les Français sont confrontés aujourd'hui, il y a un autre nuage noir qui arrive sur la tête des Français et qui va être l'inflation des prix de l'alimentation. Déjà, cette inflation s'est fait sentir depuis l'arrivée d'Emmanuel Macron à la tête de l'État. Les fruits et légumes, par exemple, ont augmenté de 25%. 勒鹏强调，伊的大幅度调降食物加汽油的税率，亲像将能源类产品的征达税为即卖20%降为5.5%，停止风力电厂项目，进行核电，再加上6座新的欧洲压水反应炉，也加投资氢气。所来，勒鹏要全力准备4月20日的总统大选电视辩论会。5年前同一个舞台，伊因为准备无够，伫镜头前似乎嘛克红。不过今年局势恐惊会全部无共。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来关心飞机风台扫对菲律宾去，造成菲律宾的东部、南部出现灾情，引起水崩山造大水。上无已经知影有造成28人死亡，也有真侪人失踪，目前正在抢救。救援人员把这个规分子拢是落高煤上患者扛去冷桥顶悬，再搁为山区家扛去溪边的树林顶，赶紧家送病院急救。伫个雨规通道、溪水规个涨起来情形之下，救援的工作是真困难。每支风台礼拜扫入去菲律宾，风速有到1点钟80公里，地区中南部造大水，造成严重的灾情。其中伫个中部的雷伊泰省，上大的城镇贝贝市，有几个庄仔头发生水崩山。市长表示，其中有一个庄仔头发生2届，头一届的规模较小，有个人是有安全逃走。不过第2届的水崩山是甲规个庄仔头拢淹去，估计有210户的民众要掉伫个内底。目前救援人员未输甲时间伫个走票共款，希望会当甲更较侪受困的民众赶紧救出来。不过透风落雨的天气，救援的难度嘛真悬。目前这个今年头一个扫过菲律宾的风台，至少夺走几10条人命，失踪的人数也不明，而且拢总有3万口罩的人，都因为安尼爱离开家园去避难。每支风台伫个偌侪进程出现，嘛扰乱菲律宾的民众出去佚佗的计划，有要8千的旅客行程受到影响。加在气象预报显示，每支风台今仔日威力减弱了后，就会离开菲律宾。公司新闻张慧玲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甚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总统拜登进前讲，俄罗斯总统普丁是战争犯，即马伊是进一步批评普丁的行为是对乌克兰一种整肃灭绝。美国官员嘛讲，拜登上紧伫现在就要提供军事援助，互乌克兰7.5亿美金，大约是超过新台币217亿。来关心德国的总统施坦迈尔甲波兰的总统见面，讲伊打算要甲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在国家的总统斗阵去乌克兰访问。不过有德国媒体即马是报讲，因为伊甲俄罗斯关系真好，所以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无爱伊去。来关心中国上海的疫情无断好，已经连续8天，公司新增加病例拢超过上万例。上海也个咧封城，已经封超过10天，民怨嘛压袂掉。为着要安大人心，上海官方决定要举办暗会。不过这消息一出来，民众是听甲硬气，想无政府头壳底咧想啥，所以今仔日下暗原本要办的暗会嘛已经取消。镜头搁转来咱国内来关心，目前当地居家隔离的总统蔡英文，昨早是用视讯的方式接见台湾瑞典国会议员协会甲欧洲议会议员的联合访问团。咱总统是感谢这个访问团的成员关心咱台湾，嘛望未来两边有更较侪合作。借这个机会，我要感谢各位长期在瑞典国会跟欧洲议会关心台湾的各种议题。透过镜头，甲大家说多谢。还佫伫个居家隔离期间的总统蔡英文，以视讯的方式接见台湾瑞典国会议员协会、甲欧洲议会议员联合参访团，而且感谢参访团的成员伫个瑞典国会、甲欧洲议会关心台湾的议题，期待未来有更较侪合作的机会。去年10月，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了台欧盟政治关系及合作的报告，对于台湾跟欧盟的双边关系以及未来的交流发展，都有指标性的意义。期待未来台湾和瑞典能签署通航协定，展开直航班机。蔡英文嘛讲，针对威权主义的扩大，国际民主阵线，更加应该爱共同来面对。强化欧洲链接计划，
就是期待在既有的良好基础上，进一步的加深台湾跟欧盟的关系，一起打造具有韧性的民主同盟阵线。During the last weeks, the world has witnessed what the dictator's ambitions of reunification lead to. The atrocities committed by Russia in Ukraine are a frightening example. Hence, it is our duty to stand with Taiwan. 台湾瑞典国会议员协会主席欧伯利认为讲，全世界民主国家拢应该爱团结支持台湾。以瑞典国会来讲，顶礼拜以多数表决赞成持续甲台湾深化关系，未来嘛会尽力来保护台湾甲台湾的主权。也若进前传出要来访问亚洲甲台湾的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伫出海进前传出确诊，目前采检是阴性，12就会当解除隔离。不过接续亚洲的行程会安怎来安排，也无对外来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即阵甲立陶宛的关系是愈来愈密。伫台湾头一间立陶宛商品的展示中心，伫昨昏嘛开幕。也若立陶宛按算要申请伫台湾设经贸办事处即部分，当时会当挂牌。外交部是回应表示，即部分拢有照起工来进行。轻松的音乐伴奏，舞者跳出轻快步伐，表演立陶宛传统舞蹈。台湾甲立陶宛交流愈来愈密切。无协设立全台湾头一间立陶宛商品展示中心，展出22间厂商，有200项产品，互国人更加熟悉立陶宛的产品。除了大家所知的立陶宛巧克力、酒类，即个还有立陶宛传统的原木地板，也甲好皮制品。这个海洋经年累月沉积形成的琥珀，非常有特色。跟我们一般这个陆地上的这个森林里或者是矿场里面的琥珀不太一样。去年的贸易额量不是很大，有1.7亿美金，但是呢，这样的一个已经是跟前一年比已经增长了23%。王美花指出，台湾有真强的半导体甲5G，立陶宛有优秀的 IT 人才，双方若是进一步合作，会成为高科技完美的优伴。立陶宛农业部长纳维卡斯是期待台湾民众会当食更加侪立陶宛美食。We appreciate the friendship and mutual respect between our countries, and I believe that such kind of promotion activities will lead to progress in our trade relations soon. 自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去年已经伫立陶宛挂牌运作，是咱国伫欧洲头一个以台湾名义设立的代表机构，意义非凡。立陶宛也正式提出申请要伫台湾设立经贸办事处，外界关心今年是不是会当挂牌运作。我们日前确实已经收到了立陶宛政府要在台湾设处的事情，正式向我方提出申请。外交部我们除了再次表达诚挚欢迎之意，我们也将就立陶宛他们设处相关事情来持续提供各项必要的协助。外交部表示，继续提供立陶宛各项必要的协助，相信伫双方完成设处工作了后，无论是疫后经济复苏、经贸投资、教育研发、供应链安全这部分的领域，拢会当深化合作关系。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伫昨昏有发表全面国防手册建本，提供予民众了解未来若是拄到军事危机，也是意外灾害要安怎应付。也毋过有军事专家是认为讲，内底有内容是无下真正实际上的状况，建议爱定改。国防部全面防卫动员署12公布全面国防手册范本，内容主要是提供民众面对军事危机甲相关灾害应变资讯，分作在意的部分包括避难急救方式、灾害应变、生存基础知识甲防灾备战准备等等，也提供 QR code 方便民众使用。主要是以提供民众面临军事危机及可能发生之灾难时紧急应变资讯。与做好安全准备及生存自助手册架构，参考瑞典、日本等国家类似手册，整合各部会、县市政府及专家学者资讯。国防部表示，目前范本已经放伫国防部网站提供民众使用。落尾各县市会加入地方避难设施、急救病院、民生用品站等等资讯，提供各县市版本。专家讲，国防部想法真好，不过执行成果有淡薄落差。还是要直板化，然后广发给民众来使用，至少村里长要。万一暂时没有电源的时候怎么办？不妨在日后透过这种漫画或者图表的方式让民众一看就很清楚，不用再看文字，因为在战前的时候没有人会
帮助文字。专家表示，即摆提出的范本详细程度，确属一寡民间组织编写的民防手册。因认为传统数伫全国期待之下，甚至高达4个月，敢若提出这款成果并无合格。记者郭文定随台北报道。上新消息来关心，台中大甲妈绕境伫4月初9经过中华时，发生通促党总裁张安乐带头去抢救，有引起冲突，冒造成警察受伤。中华检方团去说明，经过审问查案，其尾张安乐是以30万交保。伫客查某囝李家伟的陪伴之下，通促党总裁张安乐12尾暗暝特别6点到中华地检署报道，要说明初9大甲妈伫中华市区交警所引起冲突的经过。张安乐提出相片指出，以前拢是穿正当的制服，今年算要求爱脱落来，不管警方执法有针对性。本来没有事嘛，就针对了他叫他，我记得他说叫他把背心脱掉，我说那个这跟防疫有关系吗？他说我是。防疫我说了算，我是法律嘛，他说了算。代志发生伫初9大甲妈乱桥经过中华市，伫通过民生地下道了后，张安乐率领群众甲党员接救，暗过因为当地是警方管制区，警方因为防疫甲安全考虑拒绝，双方爆发冲突。张安乐的客座囝李家辉提出影片，指控警方执法先过头。是不是警方执法过当？我希望把所有的影片都公诸于世。让大家来审判。冲突迄一天，李家伟甲叶先生吴金虎也伫现场甲警方呛声，才杀来杀去冲突。中华检方11发动拘提，2人获审了后，认为涉嫌妨害公务重大，分别以20万、15万交保。检方传唤张安乐是要调查案情。目前传票是针对妨碍公务跟违反组织犯罪条例的部分。那目前检察官会针对相关犯行做相关的询问跟调查。经过将近5点钟的审问，检方认为张安乐涉嫌妨害公务罪嫌重大，暗过无羁押必要，30万交保。涉嫌组织犯罪案件，依然爱进一步调查。事实上，那天是警察暴力，我们马上会对他们提告，所以先丑化我们，先羞辱我们。张安乐检出地检署接受访问时，佮表示，因感受检察官压力真大，罚30万，家己应理解。暗过无保撤回，会互警政署长陈家钦将无面子。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新北市昨昏是新增加162个本土病例。指挥官陈时中即马是鼓励湘北、家人甲同园的民众爱家己做快筛。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表示，伫新北早就有在推动体检，嘛支持中央亲像家人安尼拨快筛试剂来互新北市民体检。另外，针对新北市开始咧试办轻症踮厝内照护，侯友宜是强调，准讲有确诊者踮厝内会加强监控，嘛会做好环境的消毒。好，你今天是第5天了，你今天有没有快筛啊？新北71开始试办居家照护计划，嘛将检疫隔离关怀中心升级做 COVID-19 居家照护关怀中心。29个区公所嘛同步成立区级关怀中心，随时协助居家照护者。毋过将轻症无症状的人留踮厝的，也是有无共声音，惊有社区风险。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愿意确诊。我们对所有的确诊者以及居家隔离的被照顾者，我们都要用包容、体谅、支持的方式，大家一起来共同面对。侯友宜表示，会用电子围篱做好环境消毒，降低周边感染的风险。面对中央11嘛宣布轻症踮厝，参药局配合的关节，药师工会、全国联合会12嘛伫线顶来讨论，表达全台地方工会拢愿意来配合，预计全台会有3成的健保药局来参与。不管健保药局的药师用什么方法，24个小时内一定要送到这个民众的家里门口拍照，并且打电话给民众。药师工会全国联合会补充，到厝送药的部分，以慢性病用药的需求甲轻症病人，缓解用药为主。另外，嘛将建议各乡定市区，至少要有一间药局来提供服务。记者陈亚文、曾派文采访报道。湘北的本土病例
大家拢占一半。台北市的病例昨昏嘛有上百例，嘛好像市府有一个员工确诊，所以办公室爱消毒，即嘛有可能16个人。台北市12本土确诊数也超过100，来到115例，疫情直接影响台北市政府。我们是先准备200支，但是大概100多位同仁。台北市政府的员工紧急调快台汽车送入去10楼产发局办公室，12一个同仁确诊，港区办公室的员工等待完成疫调，才够全部清空。那清消完就是那个办公区会禁止24小时，然后明天再开放。台北市政府确诊同仁住伫新北市，车站发烧11快筛阳性，12确诊。甲伊接触的一个朋友也确诊。台北市同仁也互人可怜，到下晡3点半已经完成快筛，有103人拢是阴性。匡列我们职场居家隔离有16个人。防疫人员当地进行的消毒所在，都是台北市警局所管辖的大安分局。大安甲上山分局目前也出现3个县境确诊。基隆市12新增加37例。针对有家长质疑某一个国小停课，无进行全校体检，市长林佑昌解释，这届国小无全部体选，是评估风险，也搁伫掌控中。记者综合报道。那南部特定5路中所的群聚感染继续在扩大，屏东昨昏新增加14例，其中有11例甲小食店有关系。另外，高雄的61例内底嘛有7例是对屏东某一间小食店来的。连嘉义新增加4例内底就有1例是屏东天上人间小食店群聚案的接触者。已经防下令停业的屏东天上人间小食部群聚疫情继续炭烧。屏东12增加的14例中有7例就是天上人间直接甲延伸案例。另外一间可爱小食部因为员工也伫天上人间工作，造成这间店也有4个人得病。28309本身就在天上人间小吃部跟可爱小吃部的中间都有在服务啊，所以有可能在天上人间这边的感染引发到可爱小吃部的感染。天上人间群聚一直传，嘉义县增加4例中，都有1个人是这间店确诊者的接触者。县府赶紧派人到卡车店进行清消，除了嘉义县、高雄确诊人数来到这几天的新冠61例。10例特定5路中所的个案中，都有7例来自屏东天上人间等几间小食部。娱乐场所相关的这些感染确诊者呢，主要来源在屏东的天上人间小吃部这边有4例。屏东离港的微风小吃部有1例，屏东祥再来小吃部有2例。高雄甲天上人间相关确诊个案已经累积21例，市长陈其迈看到卡车表，也忍不住提醒，避避场所的高传染风险。在娱乐城或者是像类似这种长时间密闭的这种娱乐或者是餐饮的这个场所，其实风险都会比较高。除了特定5路场所，前面连假也和高雄加14例跨县市移动确诊个案，分别来自台北、基隆、甲花莲。因为Omicron传染紧，卫生局考虑密切接触者的时阵发现阳性率达到8.4%，呼吁若发现身边有亲戚朋友确诊，一定要赶紧到体检站采检。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的立委廖国栋真正传出有2个助理确诊，那伊伫居家隔离期间嘛阴转阳，因为伊超过60个月，而且有其他的病史，所以已经指挥中心把伊送去台大病院治疗。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因为伊是伫居家隔离期间确诊的，所以目前立法院的防疫措施暂时阁唔免改。大门锁起来，批书信放伫门边。这是国民党立委廖国栋位伫立法院中心大楼8楼的国会办公室。进前因为2位助理确诊，包括廖国栋在内，办公室人员全部考虑伫厝隔离。医生背景的廖国栋在阴转阳确诊。另外，廖国栋无接电话，不过伊伫并且回应网友关心，表示多谢关怀，已经健康。因为廖国栋1955年出世，超过65岁，加上有其他的病史，所以指挥中心安排伊到台大病院治疗。那再来就是说，因为他原来在台东的部分那依照他原有的其他疾病，那需要一些更积极、更这个就是有医学中心的照顾了所以我们目前就是安排他回到北部来。廖国栋国会办公室已经伫顶礼拜连续假期完成清消，由立委关心立法院即卖防疫期间敢是需要升级。那也是属于阴转阳，所以他的确诊并不会对立院的疫情带来新一波的冲击。所以我们就是按照现在的现行的一个防疫措施就可以了。到目前看起来是稳定的。
另外，行政有3名家属调病，会议长沈永丁甲秘书长何培山、洪德辉密切接触者无将提出隔离。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会谨慎应用。昨天所有的同仁都没有再发现有人确诊。行政院是全国最高行政机关，我们会用比较严谨的态度来维护相关需要的作业。除了立法院甲行政院传出调病风险，总统蔡英文也因为家庭聚会了后有家庭确诊，来提出隔离中，也互欢喜个人直接感受到这波疫情的传染威力。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镜头来高雄。高雄南马溪产业园区开发案，也就是台积电要去设厂这块土地已经完成环评，也毋过互环保团体质疑讲过程伤过赶紧。环保团体嘛要求台积电后摆设厂了后，爱做好减碳，爱用绿电。那当地里长是要求讲，即马园区这块地当地整治，希望政府会当用更加严的标准去要求去监督。环保团体在地居民到现场关心南马溪产业园区开发案，3月28才通过高雄市第2届环评专案审查，2礼拜就着急召开环评大会，环团质疑伤急。很多科学园区的反映争议都是法律的问题。那今天高雄市政府难道又要主导注册这件事情吗？那今天是不是又要陷台积电为不义？到时候法律风险，到时候提起诉讼，法院又把它撤销这个环评结论。环团再次重申，需要废弃物减量、减碳加绿电来源这诉求，要求经发局将部分诉求纳入环评承诺。南马溪产业园区开发关系到台积电进驻问题，环团甲当地里长也希望园区用地污染的整治用更加严格标准要求。土壤跟地下水的这个，不管是它污染的场址的公告或管制区的划定的话，也都是依土水法的一个方式，分别查到污染之后去分别的一个公告跟划定。环保局强调，只要停书伫进行无啥法规，不过这届环评大会审查通过，无需要进入第2阶段环评，开会时间搁比专业的审查时间搁较紧。第一个就是要成立监督小组比较环保署的方式来成立监督小组。那第2个部分就是在水的监测的部分，至少要有3个点位。那第3个部分的话，就是在文虎国小要增加一个空品的监测点位。环评委员列出市政府成立监督小组，增加空气品质、地下水为监测点做通过条件。面对环评通过，台积电表示乐见审查结果，会持续为节能、节水加减少废弃物来保护环境。不过，环团对市政府无查清楚，是不是有切割环评这个问题就快速通过，是有感觉失望。呼吁市政府出来第2期的开发，一定爱上中央环评加2阶段环评，和这个重大开发案有更加严格的审查机制。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嘉义市的大溪里的排水沟，这附近的生活垃圾水，也有农业排水的水拢流来这，地属因的这的水质甲环境是愈来愈害。为着要改善这款状况，嘉义市政府向环保署争取经费，甲较垃圾的所在整理理的，即马做一个水环境教育园区，要互社区有一个结合环保教育甲休闲的空间。邮局是民众遛小孩的好地方。学生囡仔小改教育园区的设备甲功能，这个新启用的水环境教育园区，唔但替社区增加活动的空间，嘛改善一直以来因为废水产生的臭味问题。那我们不是只有把这个河川的水质把它改善了，其实这里头还包括我们把生态的保育把它找回来了。嘉义市大溪社区的鼻毛卡排水，因为家庭废水甲农业排水的影响，长久以来拢有臭味的问题。即马透过社区市政府甲环保署的合作，用人工当地的方式，唔但改善水质的问题，嘛加做水准款的教育环境。改造之后，不管是我们在地居民的生活环境也好，或是种植水稻的那个稻子米的品质来讲，都一定会有很大的改善。水质改善了以后，我们的生态所有的生态就是整个都活化了，甚至更重要的，我们成为一个环教的一个区域。市政府环保局讲。这个园区的涂骹底有利用土刷接触拍气来净化水质，顶面阁有民众会当使用的事实，嘛已经甲大学合作，要来互这个园区发展做水循环的教育基地。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
再去看世界，咱镜头来瑞典。瑞典是5望伫2030年会当互因国内的航班唔免阁用石化燃料，所以即马当地嘛出现头一个培养训练电动飞行机技术的课程。这台2人座的电动飞机正伫咧充电，机头机舱拢有一粒电池，用再生能源充电，半点钟就能充饱，会当伫咧天顶飞50分钟。目前，这台电动飞机已经得到官方认证，是第一代电动飞機訓練機。Many persons are interested in flying, but they're also interested in the technology in flying, and especially the green technology. We also think that the airlines are very interested in this green technology, of course, because of the flying industries need to do something about the environment too. And this is maybe a first step. 伫瑞典北部的列式飞行学校，按算伫咧今年5月时阵，要第一遍开训练班，培养电动飞机技术，准备伫咧2030年，瑞典国内线航班拢袂阁用石化燃料。On average, a student flies up to 200 hours during the training, minus a couple hours in the simulator. 想要通过飞机民航运输驾驶员的检定，受训的技师才会达到指定的飞行时速。训练期会能到20个月。不过目前电动飛機的機型較少，所以學校就會利用生物燃料做動力嘅飛機來加強學員嘅航空知識。To do a full RTPL education, you need to train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planes too, and that will be ordinary airplanes. As soon as there will be electrical ones, we will change our fleet to these kinds of airplanes. 若要讓飛機完全攏用電直咧飛，就要克服電池嘅問題。電池嘅容量要有夠大，機身也袂當傷過燒。伫咧長途飛行時陣，攏要隨時保持有電。There are no large jumbo jets that are electrical, and it's not like they're going to come anytime soon either. 伫即賣電動客機，一個無法度互大型客機用電池來飛，不過一寡低度嘅會當用小型飛機試點來飛。飛行學校講，若是有更加濟製造商研發生產，未來嘅發展正大。公司新聞王必文編輯。世界第一關風珠峰，逐年春天攏會請真濟人去冒險去爬山。當地冒險業者抑個協會嘛派出專業的帶路團隊，帶先甲會行過嘅路，甲只愛輔助爬山用到嘅鎖啊、樓梯攏安定好勢，確保安全。詳細檢查爬山的鎖安全扣上出桶，由傳奇爬山向導卡米瑞塔雪巴率領團隊，佫一擺加做今年珠峰春季登山規定開進前的先遣部隊，揸一棟的物資，要去海拔5000多公尺的珠峰南坡大本營，準備固定位置和營地通往珠峰甲世界第4高峰的綠珠峰頂，沿路的鎖甲推啊，確保爬山人一路平安。भने धेरै सोच छैन तर फिसिङको भने काम भनेको चाहिँ एकदम गाह्रो काम हो यो चाहिँ मान्छेको चाहिँ ज्यानै जिम्मा लिएर आफूले चाहिँ मान्छेको रिस्क नै भोगेर आफूले गर्नु भने भोलि त्यहाँ एउटा चाहिँ गाठो बिग्रियो भने एउटा चाहिँ त्यहाँ अलिकति चिसोको भयो भने सबैले हाम्रो टाउकोमा पकाउँछ होइन त्यही भएर यो काम चाहिँ सजिलो त छैन त्यही भएर नि这爬人团队拢是经验丰富的索巴人爬山向导。51岁队长卡米瑞塔去年完成个人第25摆珠峰顶顶，是世界纪录保持人。今年要挑战第26摆。共同领队宋娜去年冬天完成人类第一摆伫冬天登顶世界第1高峰 K2， 是新生代向导当中的上赞的。都算上了解这个山脉团队，也爱用几啊天的时間，将全部的锁拢固定好，因为伫爬山人到进前，先到山顶做好準備。एकदम जोखिम छ यो चाहिँ एकदम यसमा चाहिँ एकदम रिस्की छ यसको लागि चाहिँ एकदम हामीले पनि अब भन्नु पर्दाखेरि हामीले जबरजस्ती गर्नु पनि सक्दैन हामीले चाहिँ यसको बारे यसको सम्बन्धी बुझेर नै कति मिटरमा कतिवटा एङ्कर राख्नुपर्छ अनि एङ्कर कसरी बनाउनुपर्छ कस्तो कति सेन्टिमिटर स्ट्रिपमा कतिवटा एङ्कर थाम्छ
都稍微挪得出来。卡米瑞塔团队要伫4月底之前完成所有固定修复工作，方便规个5月用带队上山。另外，伫东部是经边境的世界第3高峰，感谢冲遮峰的所有修复固定团队已经出发。虽然今年疫情登湖，不过俄乌冲突正造新的变数，可能互部分欧洲甲俄罗斯配合，暂停伫春天挑战珠峰。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天气报道再来关心，今仔日日是同款是高温出日的天气，不过到暗时会变天，因为方面到位，北部、东北部温度会下降，卖好来。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20度，上悬31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0度，上悬30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1度，上悬32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1度，上悬有28度；外岛的温度是18度至28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去9点，咱再会。